各位乡亲、高早，关收看今日11月30公司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是11月份上下尾一天，明仔就是12月份。有几项新的措施对明仔会开始实施，包括秋冬防疫专案甲一寡交通新制度。对明仔开始，接送还未满7岁囡仔临时停车停伫黄线会当超过3分钟。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八大类的场所拢爱强制挂喙罨，若无会互罚钱。寒冷是流感较流行的季节，佮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伫咧国际也是继续伫咧滚价。指挥中心宣布，伫12月初1到明年2月28启动秋冬的防疫专案，包括八大类的场所强制挂喙罨，医疗院所加强通报采检，佮有所有入境旅客拢必须要附登记前3天的阴性证明。若是拒绝提供，会处罚1万块至15万块。缴交阴性证明最主要是担忧，在一段时间如果有大量的病例的时候，那会把我们的医疗的量能会有所承担不住，所以不得已才订定这样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12月份甲民众有关系，佮有交通新制开始，修正了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加汽车载货，若是无细字录落来，佮有危险物品的处罚，拄前磅9000块提悬到18000块。交通违规案件的执法期限拄3个月，减少到2个月。另外，接送无满7岁的囡仔，临时停车无受3分钟的限制。它仅限于接受的时间，不包含等待的一个时间。第二个，它不得在红线临时停车，在黄线的部分才有不受3分钟的一个限制。第三个，如果在红线的临时停车的话，只要它不妨碍人车的通行的部分，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劝导。根据即卖法规，路边黄线会当临时停车，毋过袂当超过3分钟，若无会处罚300至600。不离个若是要接送行动不方便的人士，就无受即个限制。有民众反映，公司的法规互家长毋知影要安怎做，因为若是接送7岁以下囡仔去互检举，是要安怎申报也是举证。针对这件代志，新北市警察局回应讲，新制开始毋是以处罚为目的。警方针对民众的检举，会放令来认定家长接送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对明仔开始，咱国人对国外转来台湾，嘛爱交出3天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检验阴性的报告。毋过有专家是烦恼讲，无共国家检验的标准无共，这飞机嘛有去互画着的风险，建议伫机场采检较妥当。透早5点，为美国洛杉矶等下台湾的班机用要客满，因为为下个月初1开始，无分本国籍甲外国籍的旅客入境的时阵，拢要有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未少住伫海外民众，特别赶伫新政策上路进前，赶等下台湾。我们本来是12月以后才回来，可是我们必须要回来，所以还是提前。我提早是因为不是说怕检查，是因为在洛杉矶检查它是1到3天，你不确定你是不是在72个小时之内会不会拿到报告，万一没拿到报告你就上不了飞机。因为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是滚加未煞，最近也真济1年级的渔工摕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境，说有关是较紧。有专家表示，检验报告仅能做参考，因为目前世界各国 PCR 核酸检测阳性的 CT 值标准无同款，坐飞机的过程也可能去会到，所以建议旅客落飞机入境进前，伫机场全面实施普筛。不太可能让旅客在机场等候8到24小时，所以其实我们应该适度的引用这些经过 FDA 或欧盟认证的这些试剂，在机场可能要1个小时的时间快速检验。专家强调，国内已经批准真一间新冠疫苗快筛试剂，政府应该善加利用，要防止国内防疫出现空棚，都要靠台湾家己采检，扩充检验量能，甚至要求所有居家检疫的人14天检疫期满进前，各采检1摆，将全面放行，会用找出无症状感染者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美国有几啊个有心的负责人，食某一款消炎药了后，结果腹肚内囡仔腰子出问题，妈妈水配嘛变少。目前咱台湾有规定，有心满30礼拜无建议食这款消炎药啊。咱是药署上紧伫明年初嘛要开会，看安怎调整。有新的妇女真辛苦，若是无细腻破病用药嘛是要真注意。进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用药警示表示，有新的妇人伫使用阿司匹林也有布洛芬这非类固醇消炎药了后，发生胎儿有腰子无正常、水皮降低这不良的通报。
胎儿在20到30周的时候，他肾脏还没有完全发育的好，所以他非常敏感。那吃了这些药之后，这个身体里面，尤其在肾脏部分，它的前列腺代谢不正常，那它就血管收缩，血小板凝固起来，那这种不平衡现象就会使得肾功能下降。医师表示，亲像阿司匹林、甲布洛芬这非类固醇的消炎药，大部分用来缓解发炎、痛痛这症状，是常常看到的止痛药啊。若是有心高血压、高危险群的女性，也应在有心14礼拜进前，可以加剂量阿司匹林减少发生率。不过，根据美国 FDA 统计，到2017年7月，全美总共35个有心的妇女人使用非类固醇消炎药了后，胎儿出现真少款，不过严重的腰子问题，导致胎儿周围的水皮降低。也有某一寡个案，敢若食药48点钟，将互检出水皮降低。不过，这要停药3天到6天就使恢复。有时美国伫个进前发布警讯，建议甲即阵封单注明有新30礼拜以上的妇女人，避免使用的规定下修到20礼拜。目前是没有类似相关的通报，先用资讯的方式通知各医学会有这样一个风险。我们明年初专家会议之后讨论看看，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性来做这样一个调整。食药署表示，台湾这个药的封单，即阵依然是有新满30礼拜无建议使用。不过最近已经甲相关资讯公布伫药品安全资讯风险沟通表，相近在万里水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是不是要甲美国同款修改这个封单，甲有新30礼拜改做20礼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东北季风影响，今仔日伫东部、东北部雨会较明显。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较悬，气象局有针对双北市、基隆、宜兰、花莲发布大雨特报。今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在苗栗大概15度6。按说伫即礼拜、规礼拜拢会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高温只剩20度到22度，中南部高温有27度到30度。拜四开始，冷空气会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只剩16度尔。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暗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踏衫。寒天到位啊，天气会愈来愈寒。若南半球的澳洲，即嘛是热天，雪梨天气是愈来愈热，连暗时拢有25度以上的高温，拍破11月份暗时新高温的记录。南半球真侪所在，即马高温已经升到45度，天气小热，上惊火烧山。有的所在即马已经颁布禁火令。森林内底出现一阵一阵的烟，消防车是赶要去拍火。澳洲东北边的佛雷泽岛天气小炎炎，致使森林火灾。因为澳洲即几天的温度是超过40度，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南澳洲、甲维多利亚州北部的大片土地气温是要甲摄氏45度，嘛互政府烦恼讲旧年野火搁一届来发生。The community out there unfortunately thinks that after the last season, we are not at risk of bushfire. The reality is 90% of the state is still untouched by bushfire. That means that 90% of the land mass across New South Wales is potentially exposed to the sort of bushfire threat that we saw last year. 天气真热，民众拢走去海边佚佗，卫生局提醒，也是爱保持社交距离来防疫。新南威尔士州首府雪梨，2到半暝上低温是要甲25.4度，拍破英国11月份暗时上高温的记录。澳洲气象局的预报显示，高温会继续，致使新南威尔士州的消防局嘛颁布禁火令，包括袂当烧茶甲拖拖，嘛袂当伫咧户外进行电镀等等的工课，焚化炉嘛暂停营运。New South Wales is in the midst of a severe heat wave with very warm conditions already experienced yesterday and today being a repeat of some of the conditions in terms of temperatures that we saw yesterday. Of course, we had very warm conditions overnight as well, with today again another very warm day with most of the state expecting temperatures in the 40-degree mark. 南半球的澳洲温度真悬，伫咧北半球的台湾顶礼拜天气又搁淡又搁湿，中央气象局预测30开始到礼拜，北台湾也是淡湿的天气。在桃园以北的这些区域，还有包含宜兰在内，可能低温会下探到约16至18度。那甚至在桃园以北的一些沿海空旷地区跟一些近山区的平地，不排除会有低于16度的低温出现。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中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18到20度。
中南部这时虽望也是有27、28度的高温，毋过暗时了可能敢若剩19、20度，日甲暝温差真大。另外，气象局嘛针对基隆北海岸、湘北山区，还有东北部的地区发布雨大雨的特报，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头壳尖尖要调发票无遐简单，也阁有一个查甫人，伊伫网络顶头打文章，讲伊9月份甲10月份发票有调30张，价共8400，哪会遮尔高？伊顶讲伊是走无共景店去买4600的1箍的塑胶鹿啊，若发票是欠伫手机仔的载具，因为财政部为着鼓励民众用云端发票，有加开特别奖，调奖的机会嘛较悬。针对这款行为，财政部讲，除非是诈欺，若无并无犯法。来看联合报，银行的理专涉嫌偷用客户的钱，为着防止这款弊案日头发生，金管会要重罚，嘛决定要对制度来改革，会比照洗钱来办，银行嘛爱负责任，上悬连董事长拢爱真多。来看自由时报。5 G AIoT 也就是人工智慧物联网，今仔日要伫高雄成立一个国际大联盟。若是咱台湾上届完整的试验场，嘛希望高雄会当对重工业转型做高科技的智慧城市。昨咱国内新增加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病入境的案例，拢是对印尼来移工。因为印尼移工即马确定病例真济，所以疫情指挥中心已经针对8间印尼移工的中人公司，要求暂时袂使搁引人。若明仔载开始秋冬防疫专案，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若入境的检验报告是假的，上当会罚款15万。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3例境外移入，拢是印尼籍移工，案例650、652是30到40岁女性移工，在月14来台湾工作，入境到即阵无症状，一直到14天检疫期间进行采检才确诊。案例651是20外岁女性移工，也是14来台湾工作，其中检疫期间捌出现皮无味，毋过并无恢复，也是检疫期间进行采检才确诊。有这3个人是同一天坐同一班机来台湾，其中2个人有 PCR 核酸检验阴性证明，指挥中心研判，真可能是潜伏期，也是感染后期才验不出来。他可能发病了一段时间，就是属于阴阳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他第一次在当地验不出来，可是后来在台湾验出来。最近印尼外籍移工确诊个案增加，尤其是印尼3天内底就增加24例。指挥中心宣布已经暂停8间印尼人力中介公司中介移工来台，也甲劳动部随时检讨移工政策。22月7日开始要实施的秋冬防疫专案，所有旅客入境时拢必须减负3天内底核酸检验阴性报告。若发现报告造假，相当会罚15万。如果有民众知道谁是做就是造假的，欢迎检举哦。我们这边当然就是会针对这些来做调查。依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这个1到15万元。指挥中心强调，秋冬专案实施了后，会对手来证明物件内底查出造假范例，归纳了后就发度来辨识，也欢迎民众检举。而海外确诊的民众必须依照当地国家的隔离做法，若是病情严重的，也向指挥中心来专案申请，坐医疗专机返来台湾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200万例，死亡人数有14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651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6200例，日本已经超过147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300万例，印度已经超过939万例，伫巴西是超过629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64万例，法国超过227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62万例。镜头来香港，香港的疫情继续在传，昨一天就新增加115例，所以香港政府即摆已经宣布讲，全香港的幼稚园甲中小学对12月初2开始先唔通去学校。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因为瓜埔群组的事件病毒一直摊开，疫情继续恶化，离到新增确诊来到115例，创下新一波疫情以来相关纪录。港府离到强调，因为疫情严重，教育局要求全港幼稚园甲中小学后礼拜3 12月7日开始停止面授课程，停止时間到聖誕假期了後。咁有62宗係跳舞群組嘅個案啦。咁另外仲有24宗咧係未有即係暫時揾唔到關聯嘅個案咯。咁跳舞群組嘅個案咧，加埋之前啲個案咧，就大概有479宗。香港勞工局有計30發出公告，強制要求所有安老甲殘疾人士的院舍職員佇12月10日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無遵守的人將被重罰甚至監禁。If they are required to do the COVID-19 test, if they don't, violating regulations, they will have a penalty. Each one will be 2,000. And if they will be also given an order to do it within a given number of days, and if they don't, the penalty will be even more severe. It will be like $25,000 penalty and also imprisonment. 香港原本只有国小1年到3年参已經停課的幼稚園暫停面授課程到12月7日，因為疫情有相關的現象，港府是連續做出緊急處置動作。記者綜合報道。要對付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家攏在等預防針。根據金融時報報講，英國特別核准美國輝瑞藥廠甲德國生技公司 BNT 做伙研發的預防針，而且第一批上緊佇12月初7就要開始注射。美國輝瑞藥廠甲德國生技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對43000多人所進行的大規模第3階段臨床試驗，證實疫苗95%有效。而且無重大安全問題。英國當局訂買4000萬份這款兩劑式的疫苗，並且下令藥品甲醫療產品監管署加速審核。相關政府官員的消息指出，一旦疫苗得到授權上市，幾點鐘內底就使馬上來進行運送。頭一批疫苗上緊會在12月初7來注射。而相關的程序也是用在牛津大學甲阿斯特捷利康藥廠所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強生政府總共對7個無共的來源採買3億5500萬劑疫苗。牛津甲阿斯特捷利康就佔其中的1億劑。另外一方面，強生政府禮拜任命商業部處長張學維擔任新設立的疫苗部長，負責監督疫苗分配工作。英國公共衛生部公布清單，住佇養老院的老人，抑佫工作人員會被列做頭一波注射對象。80歲以上甲國家健保服務的醫療人員是第2波，75歲以上的老人列做第3階段。除此以外，因為防疫地處大封鎖，民眾減少出外，加上冬天日頭不足的問題，公共衛生部宣布，明年1月會對英格蘭250萬人發放4個月份免費的衛生素滴。同時建議民眾對10個起到3個歲，每天愛食12克的衛生素滴，特別是無定出外的老人，也佫有皮膚色較深的族群。記者綜合報道。西非的國家奈及利亞東北部一大農田發生驚人的大屠殺，上無有101人死亡，受害者攏是農民。根據聯合國的報告，應該是當地的極端組織犯案的。奈及利亞北部大峽麥杜古里的克紹貝川的村民，伊到替死者哀悼甲入土，一寡倒佇土骹手無提武器的農民，前一天去互攻擊，活活互白條的掛那後抬死。Da muka ga kinsu hankalinmu ya tashi kawai sai muka juya muka haɗa kayanmu muka zagaye ainihin inda aka yi kisa da muka fito ta sai muna zuwa na muka kalli jama'a kowa yana fita dai ba hayyacin shi ba amma gaskiya abun gaskiya sai dai kawai gyaran Allah shinkafa yanzu ko da muka bari akwai shinkafan da suke sa根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員愛德華卡隆的匯報，初步發現有43個人去互抬死，了後佫發現至少佫有70個人無辜死去。28這天對在地莊仔頭來講，會使講是一個大屠殺，而且佫有真濟人受傷。極端組織不可勝地嫌疑上當。wallahi ba mu taɓa ganin irin wannan jarabta ba yanzu ga mutum 43 saboda haka wannan abun wallahi ya tayar da hankalinmu. We shall ensure recruitment of more civilians yet more hunters so that our people will take the fight to all the nook and crannies of this area.
这是今年上直接暴力对待平民的攻击事件。奈及利亚总统布哈里是谴责这个行为，而且表示规个国家拢因为无必要的杀害来受伤。官员表示，包括圣地成员常常爱农民用精神啊，还是稻仔来交换，当作保护费。不过最近有一寡农民已经开始拒绝互降价。包括圣地也有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分支西非省，甲错查的工人、农民甲渔民当作是攻击的目标。而且讲引退军方也有亲政府的民军来做间谍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脚球明星马拉多纳因为心脏病过身，因查某囝出面指控讲伊的私人医生有问题，是医疗疏失，所以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即马互调查。美国的疫情严重，也毋过纽约市市长是宣布讲，公立学校对今日开始恢复部分去学校上课的课程，也毋过学生囡仔爱挂喙罨，爱保持社交距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顶礼拜六甲9月算的时，无细字出去骨气，骹球卖掉，送病院治疗，加载无骨折。来关心咱台湾甲美国关系真好，互动是哪来哪济，加上目前台海关系较紧张。伫美国总统 Trump 任内卖真济武器互咱台湾，咱台湾嘛是美国今年军售案上大客户，而且讲明年美国阁要卖一批价值52亿美金的武器互咱台湾，也毋过咱国防部驳回讲无即款代志。因为中共军机继续扰台，甲美中关系紧张，美国川普政府任内10度对台军售，协助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AIT 处长雷英杰日北伫一场学术研讨会表示，2020年台湾是公认的美国对外军售上大客户。佮表示，明年也阁有一笔52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已经通知国会。有关武器装备军备的筹建，都是秉持国防自主的原则以及外购的需求，依照建军规划来执行，以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以及维护区域和平的稳定。美国今年对台5摆军售，包括卖予台湾 MK-48鱼雷、爱国者3型飞弹、换零组件、海马斯多管火箭等飞弹系统、参鱼车飞弹防御系统等。学者认为，美国是依照《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障，意欲对台湾稳定军售。美国就是按照《台湾关系法》里面相关的规定，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政府的这个总预算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所以台湾也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程的国防投资。对雷英杰讲到，美国两党的共识，就是遵循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向台湾提供军售。强调这个趋势也会伫未来新政府上任了后看到。对此，学者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拢是经过审慎的评估，甲各方面考量台湾的需求，才会同意卖予咱。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民众拢伫咱国内佚佗。台南市立美术馆二馆嘛安排音乐活动，因为伫市中心一困头就成5万外人去行打，嘛造成4箍勒大塞车。这个看起拢是游客应行的所在，拢是人，大家只好慢慢啊行。本来就是热门拍卡景点的台南美术馆二馆，这个拜六因为同时举办市集活动甲2场音乐节，结果敢若礼拜即天就来了超过5万人次的游客，所以互周边的交通是大拍卡，拢袂顶袂当。因为这次出来的摊位都是一时之选。几乎是平常不出摊的都来了哦，所以他们的吸引力很高。那当然可能因为一些疫情的关系，大家不出国哦，所以这活动就吸引人。其实昨天就南美馆的讲法，他觉得我们的人数超过他们单日最高流量4万人。这侪人若互交通袂顶袂当，连美术馆的查站道也拢打个破去，赶紧用查帮先甲铺起来。台南市政府离到赶紧来调整缩减表演的所在，互市集的单位踩伫市场边，根据关路嘅有估，离到游客人数原来超过1万人。昨天不敢进来，所以现在昨天为什么不敢进来？因为太多人了，因为我们有小宝宝啦，所以就是比较不方便一点。听说这边有很多市集，然后就是有歌手在表演，就是人很多，寸步难行。当地民众表示，台南已经连续过来拜六4个拢是观光客，平常10几分钟车程的路，假日可能爱开1点钟。疫情期间，国内旅游爆发，虽然为各地带来袂少的观光财，不过也可能为当地民众带来环境甲交通者困扰。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民众的安全，台北捷运有一寡便所，若是有人伫内底超过15分钟无出来，站务人员会去巡，会去看卖。若超过30分钟，警报一起就会弹。也毋过有一寡新众朋友认为讲，因要便所自本就较无方便，通常嘛用较久，这款设计互因的压力真大。为台北捷运便所门下口的显示灯，应清楚看到，确实是倒青灯表示便所无人用。若是倒红灯表示便所正在使用中，而且还过侦测使用时间。若是有人伫便所超过15分钟，可能就会站务人员来关心；超过30分钟，警报就会响。像心肌梗塞是一下子的事情，关心比较好。我上厕所喜欢轻松的上，不喜欢被赶。15分钟就会有些人会比较紧张，就是怕会有便秘。台北捷运的便所是为2012年开始陆续试办限时措施，目前全线131站，其中54站的公厕全部或者是部分拢有限时装置。若是留伫便所的时间超过30分钟，警报器就会响，站务员就会去关心民众是不是需要协助，确保因的安全。不过，身心障碍团体就认为，新众朋友去便所的时间本来就会较长。拢会超过15分钟，那警报器大响，反倒会惊到新众朋友造成压力。我们有时候进去里头要倒尿，甚至于我们要脱裤子、穿裤子都花很长的时间。我有一次连续被下2次，如果可以的话，你用对讲机的方式，超过几分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样或许还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北捷表示，北捷的站务人员甲清洁人员拢会注意乘客去便所的时间，原则上超过15分钟，就可能通报站长派人关心，用意是伫适时协助民众确保安全。不过根据统计，真少有人占用超过30分钟，警报响起来。目前无限时做法的高雄捷运是表示，北捷做法对治安甲协助行动无方便人拢有帮助，会研究是不是会对咧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屏东垦丁的后壁湖发现3只死亡的海龟，初步研判讲应该拢是保育类的石龟。根据统计，今年到今已经接到24件救海龟的任务，过敢若救活2只。海龟泡伫河边，海巡人员赶紧处理。屏东垦丁后壁湖地区2八下昼接到民众的通报，陆续发现3只死亡的海龟。经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研判为保育类绿蜥龟，评估后，其中1只海龟4只严重腐烂就地掩埋，另2只由海生馆代为解剖研究死因。最近一直传出海龟靠打死亡案件，甘拿南部分署第6防巡队今年已经执行24件海龟救援，其中26只死亡，2只活落来。有学者认为，最近案件主要是跟气候变化有关系。最近你看到比较多的话，真的是因为气候变化，有时候一天气温28度，第2天就23度，就会很多就会受不了。龟如果会爬上来的话，通常都是在外头已经生病，民众意识比较强，然后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适当的通报机制。学者点出，气候变化大，较会致使海龟死亡扩大，而且相关单位的处理，甲民间海洋保育观念抬头，所以通报案件确实有提升。除了这之外，海巡署也呼吁，唔通乱弹废弃物，才会当降低海洋生物无细力去食到机会。若讲发现海龟也是海洋海底靠打，也希望会当赶紧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劳工职业灾害的事件，不时拢有。根据统计，民国108年有316个人因为重大的职业灾害死亡，其中营造业起厝的就占168人，超过一半，创下最近5年新高。路边的坑不出火光，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台南市10月发生一件公安意外，造成3名劳工受伤。常常发生劳工集灾事件，根据一暗数统计，108年有316人因为重大集灾死亡，其中168人是营造业。敢若是台南108年的高厝坠落的案件，导致13人死亡，2人受伤。今年到目前为止，也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台商回流投资建厂嘛
公共层的案量增多哈，灾害状况就比较比以往就增加许多了哈。雇主端这边哈，没有随着案量的增多哈，去加强基层劳工哈，历代劳工是没有接受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所谓的跨部会的减灾平台哈，各部会检讨哈他们的这个减灾作为了哈。建数指出，因为大象回流、公共工程增加，所以营造业案件量提升，会加强治安训练甲路检者的监督。针对公共工程方面，也组成跨部会平台，探讨减灾议题。工商团体是认为，劳工的工安意识甲雇主政府的管控安全设备这些项目，拢爱加强。那层层外包之后，会造成的就是这些劳工，他其实这个劳工安全意识不足，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国家的教育跟雇主在职前教育上，把雇主叫来做所谓的教育宣导，重大的治安人员要收归国家管理或者是国家指挥的话，那这个也是要修法。工商团体认为，强化工安教育、加强安全设备甲监督，拢已经是定定在讲的代志。建议相关单位应严厉修法，比方将业者自主管理的职安人员收回国家管控，或者是规定发生集灾的企业雇主拢爱上教育课，用各种的方式降低集灾发生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茶甕仔，若要互叮当，一般拢是砍线做咖喱甕仔。即马屏东县政府是举办茶甕仔展览，机关创立仓库，要互民众了解其中的技术甲技巧。一个做甲真有路的茶箱啊，机关甲专利，竟然阁有翁仔伸手出来偷客钱。这是屏东县府甲科公馆合作，伫演武场举办的机构木偶卖装机展览，希望会当互民众了解自动机械甲机构茶甕仔是如何来运作，也阁有其中的设计理念。因为平常我们可能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运作，可是它这边都比如说齿轮结构啊，可以看得蛮清楚的。平常我们都不太注意。就认为都会动是很自然的其实那是人类创造来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啦。机构木偶卖装机展览邀请到国内工艺家唐一秀甲银济春来创作，或者古锥的茶甕充满生命力，有真活泼、真心实的设计。买透过这的作品，展现各行各业的模样，可以找回童趣，可以去了解哪一行哪一页的那个动态，而且这个最难得的还可以让我们互动压下去它还会动机械工艺还有艺术做一个结合，我想木偶大家都很喜欢但是精密的机械还有艺术的一个结合把这个展烘托得非常非常的好看。除了有4种无同款主题的茶甕通好看以外，也佮举办 DIY 手工活动，希望大人囡仔拢会当来遮体验到机构茶甕的技巧甲趣味。记者综合报道。若婚林未了的海丰社区是甲渔业署合作，是甲学生囡仔了解饲蛤蟆的一寡家私，也佮学讲安怎测出海水的咸度一寡基本的养殖业的知识，佮带学生囡仔去收蛤蟆，佮带因去市场甲因买卖，过程是这有影是真新鲜。一人搁一人的蛤蟆，互人吊起来机台顶，台啊那切，清水那洗。这个画面对婚姻馆未了乡海丰社区的学生囡仔来讲，一点仔都无成分，因为因对地方学习如何饲蛤蟆，头尾已经一冬。体验啦，无的囡仔嘛唔知讲咱是大人安怎来过活啊，安怎来养殖这蛤蟆。从一开始就是介绍怎么养文蛤，然后怎么去放养。那到今天，我们终于把它采收上来了。那这可能是一般都市的小孩子没办法体验到的。学生囡仔申请作息衫入去到鱼馆内底，进前因已经认捌饲蛤蟆的工具，也有了解如何测量水有偌咸，才会基本养殖知识。即马这学生囡仔正经爱落水，家己动手收蛤蟆咯。因为人去到鱼馆内底倒收，有的伫岸边甲蛤蟆按大细粒分类，落尾手。这学生囡仔佫爱甲收起来蛤蟆卖互人客，学习比市场爱安怎买卖。太早了，再来一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和其他6年级的同学一起下去帮忙抓文蛤的人，把篮子拖上来，然后再用钓竿把它钓上去。
海丰社区甲渔业署合作，提供甲都市学校无共款的教学方式。那希望学生囡仔了解地方的知识，也毋忘在地产业有新的经营模式。记者综合报道。若煮咖啡会当用牛奶来揉出花草，这嘛是这几年正试行一款新的技术。若今年度 JBAC 饮品艺术挑战赛内底，昆山科技大学的学生囡仔就伫咖啡揉花草这个项目争取到真好的成绩。这其中的技术甲奇奇卡卡，咱嘛来学详细。桌顶一杯一杯咖啡有正水的图样，互人唔甘啉。现代人介意啉咖啡，真侪人爱招朋友去咖啡厅，哪啉哪开讲。为着要请人客，出现这种利用牛奶泡较轻的原理，伫逐杯咖啡顶面画出无同的图样。原本只是一款创意的出头，这几年嘛慢慢演变做一种新艺术，各界开始办比赛。亲像今年的 JBAC 饮品艺术挑战赛，昆山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甲厨艺系的学生，就甲咖啡揉花组的前3名总包落来。要摕到这款好成绩，背后的妹妹角角真多，要付出真侪时间跟耐心。奶泡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如果我们奶泡打得太厚，那基本上它做出来图形会糊掉；如果打得太水，那基本上你在做融合的时候，基本上就会被冲破。那牛奶泡爱拍甲有够幼，设计多样嘛真有学问。除了考验选手的创意，控制到牛奶泡的力头特别重要。因为爱扎甲拄好，线条才有法度互多样的形体更较明显，规幅图看起来清气才会水。每次拉花的力道就要控制的不能太大，如果力道太大的话，图形会冲破。画线的时候，干奶泡的牵引也要很有耐心，慢慢的来。有心拍铁真尖，紧拍无好势。咖啡揉花这项艺术，考验学生敢愿意一天一天无休困来练习。嘛磨练选手的耐心，着急要完成着无好作品，因为有这阵选手一直咧突破家己的技术，互这项新艺术拿来拿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感界，咱来看布袋戏舞台剧伫台顶表演，毋若干那靠演员尔。伫舞台顶要看起来有规模、有办势、有气势，布景就真重要。云林的元中乡中校国校啊，就带学生囡仔去参观云林启动布景文创馆，互学生囡仔来为布景了解戏剧文化。地方空白的地方，你就可以画泡泡。一群囡仔提出伫画东画西，不过因毋是伫学校伫上一般的美术课，伊是伫倒画搬戏要用的布景。云林有出名的布袋戏馆，云林国际红仔戏节等等，是传统戏剧的基地。这边云林元中乡中校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姐参观的是恰当布景文创馆，内底保留古早孙守刚画戏台布景的工艺。这回嘛，互学生囡仔家己发挥创意，画出海底花世界。你在里面画什么？我画了石头和珊瑚。我们今天来这边认识布袋戏，然后跟来画背景。在学校都无法接触这种特别的东西。中校国小本身嘛有戏剧课程，毋望透过参访，互学生认捌更较侪做布景的知识。毋若安尼，现场阁互学生囡仔穿搬戏的服装，互因亲身体验。让我们孩子更对传统戏剧的布景有一个深刻的体验跟认识。就是随着那个场景嘛，你一看就知道它，像是在田里面啊，或是在什么庙里面啊，让民众能够深入其境。舞台布景嘛是戏剧当中真重要的部分，甲学校的课程设计做伙配合，深入了解舞台布景。未来无论是囡仔看戏，也是家己表演，应该拢会有无同的体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投德山的延正社区出茶米，即马社区有开茶文化的课程，教民众安怎泡茶，互乡亲伫厝内就当享受茶香。茶叶伫茶瓜底铺平平，德山地区生产的小叶种红茶，冲茶温度袂使伤烧，上好是85度，爱悬悬啊冲，加加啊停，斟酌这款泡茶的美感，才通啉到袂苦袂涩。后温好，香气有够的茶汤。原来喝茶也可以这么的优雅，然后那个茶师，他每个动作、每个细节
觉得每杯的茶喝起来都特别香，特别的好喝。茶叶是竹山镇盐井地区的名产，当地和云林科技大学产学合作，做活化在地产业，也创造侪的工作机会。因安尼社区办茶文化的课程，加居民泡茶，这个活动的反应是真好。社区阁招新住民和富林人做伙来学泡茶。我们会教他们新住民练习新茶具怎么使用。每一项茶具我们都会一一介绍，然后请他们泡完3道茶汤。茶要浸泡多久啊？然后一些手势啊，怎样子，这些在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出来，因为家里做茶叶了，先生都叫我来这边学习，以后泡给客人喝。参加泡茶课程的学员，也请参访的民众来啉茶煮喙焦，展现学习的成果。现场也有顺刷烧茶叶，推广在地的产品，让民众通转去享受茶米甘甜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二林有举办一场公益马拉松，不少身心障碍者甲照顾者拢有去参加，主要是要募款，要去集会身心障碍者无障碍主体，希望民众会当捐款做爱心。若这场路跑嘛是中华马拉松嘉年华上下尾一站。起跑的时间一到，参加马拉松的选手为起跑点出发。不过，这场由彰化县小儿麻痹协会所举办的公益马拉松，还阁未少身障的人士参加。有一寡人由家属来陪同，嘛有一寡人行动不便，坐着轮椅嘛要来做伙参加。就是不希望他们待在家里面，然后让他就是可以出来外面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大人的心情也可以放松。29号是透早伫咧彰化县梨林镇举办的公益路跑活动，主要是为了帮高龄身障者条件无障碍的主体，嘛要鼓励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有主要照顾者会使走出户外，透过运动来减少照顾者，也有比照顾者的心理压力。让我们的这些小儿麻痹的这些弱势朋友们能够走出来，那跟大家一起能够呢，在我们的赛事上面能够一起来这个奔跑。那我相信一路上有非常多的人会陪伴着他们。这场的公益路跑嘛是彰化县马拉松嘉年华的上尾一站，除了有不少艺人来担任爱心公益的大使，希望民众会使响应捐款做爱心。因路更加设置了达到14位的补给站，准备了牛排、龙虾等美食，让跑者来享用，嘛让马拉松嘉年华画下完美的句点。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新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甲全世界物价乱炒炒，医疗人员逐工拢无闲咧采检。即马有病院是更发出采检的机器人，毋但采检的速度会变较紧，对医护人员来讲，用机器人采检嘛加较安全。医疗人员规身躯包安安，准备替民众做筛检。虽然丰富的工课拢有做，毋过需要近距离接触受感染的人，提悬感染的风险。新店有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宣称研发出全台湾第一台自动采检机器人，唔但安全，更快速。真的不会痛，对，但是就是会有异物进到鼻子里面的感觉，这样子。从这个下鼻道，进入这个鼻腔里面，那这个一般来讲会比较舒适一点点，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1分比较不舒服，10分是最不舒服。那大概我们用机器人裁剪，大概平均是2点多分。会使看到机器手骨、甲名机精准的侵入去民众的鼻腔内。医生指出，透过科技来减少医护人员开题采检的体力甲时间，对因第一线的同仁来讲帮助真大。发现用机器人裁剪，不仅可以减少暴露的风险，那也可以增加一点病患的一个舒适度哈。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我们原本用在脑部手术这种精密的导航的设计拿来用在鼻咽裁剪，所以它利用了机器视觉，还利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它可以去知道你的脸部的位置，去辨识你鼻孔的位置，还有我们去帮你去量测你鼻子到耳朵的距离。这台自动采检机器人已经在10月底完成临床试验，目前全球第2波疫情就要翻头摊，未来有机会唔但在病院会当使用，嘛希望通在机场发挥功能，合作医护人员进行大量的采检。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再来看另外一项新科技，伫注射也是抽血时，有时医护人员嘛会找无血管，找规半步。即马经济部甲工研院合作，打造智慧型的医疗，利用红外线来找血管，而且还有其他侪新的科技，咱嘛做伙来看。用红外线技术，患者的血路看现现。医护人员无论是要注射还是抽血，唔免搁惊找无血管。肥胖的或者是小孩子血管太细的，这时候呢，我们这一种技术呢有特别的帮助。红色是静脉。红色的静脉，我们靠这近红外的波长打出去，它吸收越多的时候呢，它就会越鲜红。还有这 3D 目镜，医生挂咧，只需要目睭一个荧幕。会使完成内视镜手术，那会使减少手术的时间，佫会使提升品质。为要提升台湾生医产业，经济部参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工研院内底拍造全台湾第一座的智慧医疗实验区域。在这里，我们有跟医院合作，跟很多临床的医师合作，马上可以提供很多使用上、临床上医生的快速的回馈。我们可以在术前就做好病灶的严重程度，然后做好手术的规划。那在医师手术的时候，可以提醒他，你手术哪里是安全范围，哪里是你必须切除，哪里是不能碰的。今年因为疫情冲击，再加上5G、AI、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生医产业也不断追求创新。工研院表示，台湾有高水准的医疗服务甲研发能力，相信这个场域未来会使开创更加好的医疗效果甲生活品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科技咧进步，要修改图也是修改影片，拢真简单，清清彩彩就当变出来。真诶也是假的，有时根本就分袂清楚。为着要分辨真图也是假图，南韩即摆有一款软体，会当测出讲这图也是影片，敢有经过改造。那公布讲，近排发现画面上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假。This is a dangerous time. 这部造假影片正正引起讨论。影片用深柜技术，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来以假乱真。深柜技术看来趣味，也毋过不当使用就变成犯罪。南韩之前就有查某明星被合成到色情影片。为了预防这种状况，南韩科学技术院17推出新的侦测软体，开 Catch 快疗处。The previous software could not detect random images. Out of 100 pictures, the accuracy was 5 to 10%. However, this new software has 70 to 80% accuracy. 快疗处是南韩第一个检测轻轨技术的软体，伊会当透过像素分析，抓出目睭无法度发现的真实改变，包括复制大象山图顶，编辑过程拢会当测会到。画面上青色的部分，就是被动过骹手的所在。We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develop the software. Previously, we could only detect one change with one type of technology, but now we can detect up to 5 kinds or 20 algorithms at once and even find out which part has been edited. 研究团队用5年收集30万张相片，帮助软体提升检测能力。快疗处预计年底前就市，到时南韩防治轻轨技术犯罪将搁增加力气。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柏林的新机场10月底启用啊，旧的机场嘛行入历史。旧机场是伫冷战时期起的，陪当地人行过70多冬。旧机场上阿尾一班飞行机起飞的时，有真侪人是专工到柜甲机场消时。机场内底显示房机的看板顶悬跟他一撮号码，这是德国泰戈尔机场关闭进前的上后尾一只航班。真侪民众拢来看航班起飞，向机场来告别。Viele Flüge in verschiedene Teile der Welt hat man ja alles mitgemacht und das ist natürlich dann jetzt schon ein trauriger Abschied. 大号 TXL 的德国柏林泰戈尔机场是冷战时期所起的。1960年，泰戈尔机场头一届开放，是民营航空航线伫咧使用，渐渐成做迄当阵西柏林连接世界各地主要机场之一。嘛，因为安尼，互附近的居民对这个机场有真深的感情。Ich bin auch in Siemensstadt zur Schule gegangen und immer
immer, wenn die Flugzeuge rüberflogen, war der Unterricht unterbrochen. Das fanden wir also sehr schön. Und dann haben wir aber auch mal 10 Jahre in der Einflugschneise in Pankow gewohnt. Also das gehört irgendwie dazu. 桃机县原本规划一年容纳250万人次旅客来使用，不过到2019年，所要处理要到2400万人次的游客，规个会停止，而且各于安尼发生行李碰见，也是班机延误等等的状况。即摆伫柏林东南方的新机场，柏林布兰登堡机场换9年才起好，马后想买一班航班飞向巴黎法国航空公司 AF1235的航班，将做见证机场结束的班机。 泰国机场关起来了后，会开发做会当容纳1万人的新社区，而且去商店、学校，还有其他的生活设施。机场内底6角型航厦嘛是受国家保护的历史古迹，未来将做都会发展中心，由柏林博伊特应用科学大学来管理营运。记者综合报道。 受全球气候暖化影响，卢森堡的都市马修决定把餐厅改做全素食餐厅，而且煮食用的食材有8成拢是当地生产的。伊个逐工去树林内底找找食材，用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伊所做出来料理嘛，摕到世界100大素食餐厅的冠军，而且这餐厅嘛是米其林的星级餐厅。看到讲嘢就提起来，把外地所在建起来，放在哪底？59岁卢森堡总部在马修，逐工拢一个人入去树林内面找会当料理的材料。Avec ça, on a fait un sirop avec sapin et des feuilles de houx. Donc on va aller chercher tout à l'heure. 新人唔但互伊心情放松，也是伊料理的灵感来源。马修坚持无使用任何肉类，100%纯素的料理，连食材也要坚持。C'est-à-dire quoi? Le café. Le sel, parce qu'il y a quand même plein de choses qu'on n'a pas ici. Donc maintenant, de plus en plus, on va travailler dans ce sens-là, de trouver des substituts qu'on a ici. 卢森堡东部这座有9世纪历史的伯格林斯特城堡是马修工作的餐厅，今年9月摕到世界100大素食餐厅第1名，同时也摕到米其林1粒星的肯定。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克尔，也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拢捌来食过。C'est extraordinaire de faire découvrir autant de saveurs différentes, d'ingrédients inconnus, d'herbes, voilà tout ce que la nature peut offrir de merveilleux dans l'assiette et bien sûr c'est cuisiné d'une façon extraordinaire, exceptionnelle. 因为疫情，卢森堡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餐厅被迫停止营业2个月。这段期间，互马修找回当初的想法。 Qu'est-ce qu'on va pouvoir faire pour ne plus en arriver là, pour vraiment changer la manière dont les gens perçoivent les choses? 在全世界食物的生产过程中，透过大量的农作物所排出二氧化碳，是加速全球暖化凶手之一。马修家己做模范，采用大自然内面现有的食材，让人可以食到食物的原味，同时也减少地球的负担加环境污染。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较悬。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花莲发布大雨特报。若拜四开始，冷空气会增强，低温只剩16度尔尔。伫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 外岛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4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